我咧就係喺呢個香港出世嘅，但係出世咗冇7歲大嘅時候咧，就因為日本仔第2次世界大戰就香港淪陷啦，咁就絕咗糧啦，冇嘢食，咁逼到無奈咧，我媽媽咧就帶我翻鄉下。個鄉下喺邊度咧？就係中山，即係孫中山先生嗰度嘅，咁樣。咁喺嗰度直至到幾時咧？直至到我11歲嗰年，我先至翻出嚟香港。Peter 先生說他是7歲在香港，然後香港淪陷是吧？對，然後就回了中山，大陸回中山，然後11歲才回來香港。咁你嗰陣有冇讀書咧？喺嗰幾年冇書讀，因為喺鄉下，所以嗰幾年冇書讀。咁你1958年嚟到英國，當時點解會決定離開香港咧？咁樣嘅，當時咧就係、我有心叫做嗰啲人叫做半工讀，即係一半你做工，一半就讀書。但係後來我發覺咧行唔通啦。點解行唔通咧？因為你做工嘅時候你就冇時間溫習，所以行唔通。呢條路就斷咗啦。58年來英國，本來想着是半工讀，但是後來發現這樣行不通，因為工作就不能認真學習。咁你早期係倫敦 Western Supermare 同埋中部嗰度有做啲生意嘅，咁嗰一段嘅生活對你有乜嘢影響？當時咧我係抱住一種嘅觀察咁樣嘅心理，就除咗當時我未到修溫頓㗎，就喺中部或者東部或者南西部咁樣嚟到體察下有咩嘅機會可以做得到生意嘅咧，係咁樣嘅性質，冇咩其他嘅。開始現在東部西部考察，看看生意嘅機會。咁聽講你1963年喺 Western Supermare 嗰度結婚嘅，由市長主婚，咁嘅情況仲記得冇？係咁嘅，因為通常嚟講咧，一個做新娘嘅就要佢個父親 give her away。咁但係我嗰個外父咧，佢一時半載佢申請唔到嚟英國，咁所以咧冇計啦。咁我就同我太太講，我話你即管寫封信俾呢個本地嘅 Mayor 嘅市長，睇下佢肯唔肯答應你 to give you away。即管其實我冇咩信心嘅嚇，不過我為咗呢件事咧，我祈禱，我太太都係基督徒，所以佢亦都祈禱求神咧，即係能夠喺呢件事鋪平咗。但係好彩，即係我諗嘅咧，完全係相反。喺嗰日嗰封信咧，就星期六朝頭早就到達呢個市長嘅 office。咁佢哋一睇，哇！有件咁嘅事，好開心喎。咁佢嗰啲市長嗰個 office 嘅嗰啲職員咧，個個都唔做嘢啦，喺度跳舞喎。哇！佢話從來未有一件咁樣嘅盛大嘅事情，佢開心到不得了，即刻就答應。咁呢件事啫，神答應我嘅禱告啦。說了很多，我希望我能夠記得住剛才那邊的那麼長。63年他們結婚，他太太的爸爸趕不過來英國，所以呢，他就跟太太商量，寫一封信給市長，看看市長能不能說就爸爸送嫁。然後沒想到寫的信，市長很高興，在那辦公室裏所有的工作人員一起跳舞，一起慶祝。
咁我帶咗好多嘅領上喺度，領仔領女喺度。咁嗰時候嘅英國社會嘅氣氛係點啊？第16度。當時嗰個氣氛咧就係、喺英國嚟講咧，大致上嚟講，當時未有外賣嘅，冇一間都冇，就只係有餐館、中餐館啦，咁就係同埋一啲舊式嘅中國人嘅洗衣店，即係咁樣開始。中國人都唔係好多，咁咧就先從利物浦嗰度開始。點解咧？因為利物浦嗰度咧，嗰啲人行船就行到討厭，咁咪上岸啦。咁上岸嘅時間咧，佢喺個船嗰度咧係做洗番衣噶嘛，佢咪重操故業，上岸佢開間洗衣店，係咁樣，就冇外賣嘅。當時中餐中文不多，中餐館和洗衣業是吧？亦在利物浦開始。對，從利物浦開始。咁你都離開咗一段時間，又翻嚟英國。咁1980年嚟到修咸頓，1981年又成立咗呢個 Overseas Distribution Limited 呢個海外貿易有限公司。咁點解董事要諗到要創業嘅咧？中國人話齋工字不出頭啊，所以咧你都係要揾翻條唔多唔少都揾翻條生意做下，咁樣先至希望有一個前途啊嘛，賺多啲錢。我哋嚟英國嘅目的就係揾多啲搲多啲銀啦，即係好粗俗嘅咁講法。咁所以就係咁樣啦。中國人說工字不出頭，所以他想做生意多賺點錢。咁你設計咗不鏽鋼嘅排水爐頭，喺英國同埋歐洲銷售，當時都係好新嘅。咁樣嘅，佢哋呢個咧就係、因為我接近嗰啲做廚房嘅人，咁佢就講話，成日就信呢句説話。嗰啲做廚房嘅人，佢日對爐頭，夜對枕頭。咁我諗住佢咁辛苦，即係我有咩辦法可以幫得到佢哋咧？咁我就諗下，因為當時嘅爐頭咧係用嗰啲鐵板，即係用嗰啲鋼生鐵，我哋叫做生鐵。咁咧好似幾乎有呢度咁厚，咁燒起上嚟真係好熱嘅，熱到咧好凄涼，好慘。咁我話諗下，點解唔可以做一啲，即係將佢嘅溫度減低咁我就諗到混水爐頭呢樣嘢，即係你嗰度就放啲水喉凍水，咁佢氹氹花喺個爐面嗰度氹氹花轉，咁唔熱咯，咁解決咗佢呢個問題啦，係咁樣，所以我就成日喺呢個度掛住呢樣嘢，就我話我一定要創造一個新嘅爐頭，所以就用不鏽鋼嚟去做。Peter 先生看見他的朋友做廚房的，很辛苦。他說是白天看着那個灶頭，晚上看對着是枕頭，所以很辛苦，想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他們。他看到他們用的爐灶是很熱，很高溫，是不鏽鋼的，所以他就想能夠用什麼方法可以把它降溫，他就想到用那水在那爐的旁邊，把它那個溫度，用冷水把那個溫度給降下來。咁你做呢個爐頭咧都需要個火嘅，個火一吹又唔見咗，咁你都諗到一啲橋個派率拉。有，咁咧凡係啲爐頭咧，嗰啲火種一定有個嘅火種，我哋叫做 pilot。
咁呢個 pilot 咧就當時咧就好唔係咁英國唔批准嘅，喺意大利嗰度咧歐洲咧就能夠得就 pass，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一風呼嗰聲吹咗你個吹污咗你個 pilot 嘅火種，咁你個 gas 一路跟住出噶嘛，咁啊危險啦。它有个叫 pilot 的那个火头火種啊，火種火种，英国不批，哪个批？英國不批，意大利批，意大利批，意大利批，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要在英國發明了這個爐頭，要在英國賣的話，你那個火種被吹掉過後呢，你的 gas 要立刻停。如果這個設計做不到的話呢，那麼你就不能賣英國。所以 Peter 又發明咗呢個方法。咁喺邊度做咧？咁呢個咧就係英國冇人識做，咁但係你唔批，你冇人識做，即係話你呢個爐頭唔得啦，上頭唔批准。但係英國咧就要你一定要做得到嗰個，當風吹熄你個火種嘅時候，你自動關就噗一聲，嗰啲 gas 就唔出，咁就冇危險啦。咁我咧就諗起當時咧，我哋去青島一個地方，喺嗰度咧我就揾一啲嘅工廠，問你識唔識做呢樣嘢？佢話得，包喺我身上。咁啊，所以佢做咗之後咧，仲要翻嚟英國要俾呢個批准啊！英國唔批准你唔得噶，所以英國要批准呢樣嘢。要找一些是火灭了以後，那個煤氣不會泄漏的。英國做不了，所以他他到青島找看看有沒有人做。他找到一家工廠，他答應他說能包在我身上，能做出來。他說能做出來以後還得回英國去審批。咁創業最難嘅地方係邊度咧？當然係資金嘅問題啦。邊度做生意冇錢點做生意？咁啱先嗰陣時咧，英國咧就唔係好似今日咁窮噶嚇，好多英國銀行，我哋講句俗語話，英國銀行咧水浸，即係話好多錢啊！咁呢啲錢要揾地方去噶嘛，咁所以英國咧就有一條嘅 law 就係佢要鼓勵呢啲人，如果你係做生意嘅，但係你嘅 proposition 係佢批准嘅，佢可以無償貸款俾你。咁啱先喺正嗰個時候，咁所以咧冇水行唔通啊嚇，咁所以咧錢就有啦。咁點樣申請咧？咁啊將我個 proposition 就呈上去。當時咧係有 bank manager 呢樣嘢嘅，佢話得就得，佢話唔得就唔得。咁但係咧而家 bank manager 冇㗎啦，因為點解個個上網啊嘛，所以 bank manager 咧而家冇呢樣嘢。咁嗰個又時間嚟講又係啱晒我，所以我祈禱神就賜俾我，咁我就將個 proposition 遞上去銀行喺上頭批准咗啦，咁咪水到渠成咯。本來呢資金是一個問題，但是呢，在當年就不是問題，因為當年那個銀行可以說是很多錢，也很政府很提倡你們去發展這些事業吧，所以給銀行審批就可以。要是說現在的話，就沒有那麼容易能夠通過。咁你發明咗呢啲爐頭啊、pilot 全部成立咗，咁嗰一陣有冇申請 patent
有，我有申請批准嘅，不過佢上頭就話呢啲咁嘅路就其實係 common sense 啫，所以冇咩巧妙嘅所以佢唔會俾我批准。他只是版權是吧？版權的，他沒有申請版權。他有申請版權，但是當時的政府說這個只是 common sense，就是很普通的東西，所以就不批准了。好可惜，如果係批准咧，而家就係好多錢㗎。係啊，因為全部人都買呢個係路頭。但係所以咧，因為冇批准嘅緣故，所以好多人呢個又做，嗰個又做，呢個 copycat，嗰個又做 copycat，咁就搶爛市啦。我哋叫咁邊個係第一個發明都冇人知，我哋知啦而家。知啦。做我就俾人忘記咗啦。唔緊要，我唔係需要呢啲嘢。因為沒有批，所以呢，很多人就可以模仿來做。對，但完全忘記了發明者是誰。咁1998年，青島同埋南安普頓成為姊妹城市。咁樣嘅係，當時咧，我哋修咸頓係有個 Southampton Chamber of Commerce，即係西商會。而家就搬咗去近住 Portsmouth，就改咗個名叫做 Hampshire Chamber of Commerce。嗰個西商會有一日嗰個，因為我係個 member，所以佢就話嗰個 secretary 就打電話俾我，有冇興趣？我哋收到青島有封信邀請我哋，你有冇興趣去啊？咁我話，我同佢講笑啊，我話我邊有錢啊？咁佢話唔使好多錢啫 ，40%， 你只出 40%， 其他我哋商會包你。哇！咁啊真係啊！1998年，南安和青島成為姐妹城市，Peter 就應邀40%的那個費用去青島，是吧？咁呢件事你個人對過程中有冇乜嘢難忘嘅時刻？係，即係咁樣。我而家講好啦，咁我哋就呢一個 delegation 就去咗青島啦。但係我發覺咧喺嗰度咧，真係好多地方同修咸頓好相似嘅。嗱，我哋係一個城市，青島亦都係一個城市。我哋有間大學，青島有間大學。我哋有個 Ocean Terminal， 佢青島亦都有 Ocean Terminal。我哋有一個好靚嘅海港，佢青島亦都係一個好靚海港，樣樣嘢都咁相似。咁我哋就出咗一個嘅諗法，不如我哋 train 咗佢咧，好唔好啊？佢話好啊，好啊，好啊，好。咁於是乎咧，我哋就進行將呢兩個城市 train 咗佢。冇乜，今時今日冇乜人知㗎，唔係好多人知嘅。實際上嚟講，我哋同青島係 sister city。他發現這兩個城市很相似，一樣都是一個大城市，也有都有一個大學，都有很美麗的港口，所以他們覺得就作為姐妹城市，咁開始嗰陣咧係青島聯絡修咸頓呢個 Chamber of Commerce， 然後 Chamber of Commerce 咧就聯絡咗本地人，包括你，然後咧你就去青島嗰度訪問。先我哋收到佢邀請信，然之後我哋回覆佢，咁就去。咁但係去到嘅時候，我發覺咧嗰度咧好巴閉嘅，佢真係歡迎到你咧，真係由頭到腳。佢點樣歡迎法咧？
佢能有本事咧帶你出去遊佢嘅青島，佢用警察嚟到開路，兩邊冚唪唥唔俾車輛。 VIP 啊！出門咁我話哇咁大陣仗啊！咁我話第日你嚟到探我哋嘅時候，我哋冇咁樣嘅招待，我哋只有一個人能夠用警察開路，就係英女王。所以對唔住，即係你嚟探我哋嘅時候，佢話：我哋一啲都唔計啊！咁我哋就等一個機會，乜嘢機會咧？我哋等呢個修咸頓有 sport show 嗰個時候，先至請佢嚟，因為佢嗰度好少遊艇。咁我哋希望能夠買啲遊艇俾佢啦。彼得先生去青島的時候受到熱烈歡迎，警察開路，他覺得這是很厲害，很有很特別的感受。高規格的 VIP。他開玩笑說，你要是到我們英國來，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去用警察開路，只有英女王才可以這樣的待遇。就是說，青島的朋友說不要緊，我們可以在你們有那個遊艇會的時候過來。boat show 嘅時候特別。boat show 遊艇會。咁啊，回顧這一生，你覺得最重要嘅價值信念係乜嘢？第十。係 OK。咁就係我覺得咧，即係一個人咧你所能夠做嘅係有限。當人去到人嘅盡頭嘅時候咧，你就需要一種力量嚟幫你。咁呢種係乜嘢力量咧？即係我自細咧就相信嘅，因為我係一個大家知道，我係一個信基督教徒。咁我去到盡頭嘅時間咧，我就唯有祈禱，神啊，你幫我啦！我有件咁樣嘅困難嘅事情，但係次次 it works， 唔知點解 it works， 係咁樣嘅。這個先生說他是一個基督教徒，他遇到困難的時候會祈禱，每一次他祈禱都應驗了，奇蹟發生了，奇蹟都幫他實現了度過難關吧。咁你第一個升到幾好，聽到，即係我有咩睇法？係。咁你有咩睇法？青島係關於青島。我覺得青島咧呢笪地方咧就相當唔錯，唔單止係佢嗰度唔錯，但係佢啲人真係好，你未曾接觸過咧你就唔知道，好幫得手，好幫得你。佢甚至問我：你哋呢個 delegation 你想要乜嘢？你話俾我聽，我做得到，我一定幫你。咁我哋呢個 delegation 咧，好貪心嘅喎。點樣貪心法咧？佢話我哋想去睇下兵馬俑啊！哇！兵馬俑喺西安嚟嘅噃，要搭飛機去嘅噃，唔係咁容易去得到嘅喎。咁好啦，佢話包喺我身上，一句佢就即刻就 order 機票，聽日就飛我哋去青島。sorry， 由青島就飛我哋去西安睇兵馬俑。請問你當時有幾多個人咧？幾多人？應該有8個。我哋識唔識嘅？他說青島很好，青島人民也很熱情，也很非常的幫忙。他們一行人，他們被問到你們有什麼地方想去的，他說要去那個兵馬俑，那個不是在青島，是在西安。那青島的朋友很熱情的說好，包在我身上，然後下一很快就把他們飛到西安。咁我哋去到睇兵馬俑嘅時候咧，嗰啲地方咧，普通人係唔去得嘅。我哋落去下邊，即係直情可以摸到嗰隻兵馬俑。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貴賓啊嘛，
咁佢就有一個解釋嘅人就講話，佢話你哋而家企喺呢度嗰個地位，2個禮拜之前 Bill Clinton 就係企喺你 sampling， 即係咁樣嚟到招待我哋，咁真係算唔話得，真係好招待。我没听到他说谁在这。 OK， 我来说吧。他们到了西安兵马俑，我们下去那边可以摸得到兵马俑。然后那边人说，2个星期前，美国的总统 Bill Clinton 就是站在你站着的地方，他们就收到了总统的式的招待，所以Peter觉得特別的感動。有冇一句話或者係聖經咧，就用你一直堅持落嚟？第12。咁樣，我通常咧，我再重複講一次，我係信主嘅嚇。咁你唔信就係你嘅事嚇。就我通常咧就係咁樣，就係話，即係當人哋去到盡頭嘅時間，你就需要一種力量嚟到幫你 push 你。你過咗呢個關，你就 OK 啦。咁嘅時候咧，咁我有一句説話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對唔住啊，因為我記憶力好差。佢話有一句説話就係喺聖經嗰度出嚟嘅。佢話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你有咩事幹，你話俾佢聽，佢就會 look after 你，係咁樣。所以呢個唔係講嘅，係我經歷得嚟嘅，係咁樣。咁即係話有好多信主嘅，你都曾經經歷過呢個咁樣嘅經歷。的而且確唔係口講無憑，係經歷得嚟嘅。那句说什么？凡是你。就是有一句聖經經文，就是凡事借着禱告和感恩，那麼天上的父就會看顧你。然後 Peter 呢感受到很多類似的東西，就不是只是說口說無憑，也是親身的經驗。咁13，你而家退休啦，生活係點樣啊？人哋話：喂，咁你退咗休啊？咁你冇好得閒啦。啱相反，我退休嘅時間仲更加唔見使啊！可以咁講。譬如我教會好多嘢做啦。我退休生活咧，我有好多時候，我又去傳福音啦。好多時候咧，我又帶領啲人翻去教會嚟到傳福音俾佢。亦都一方面咧，呢個華人會我都 spend 唔少時間喺華人會度Michael 知㗎啦，你都知㗎。知見你係啊，經常咁嗰啲係時間。另外咧，就仲有咩咧？探訪或者我絕對唔會投閒散誌咁我好充分利用幫得到就幫。譬如話點樣幫？有一個講句説話好唔好聽譬如有一個朋友喺教會嘅，佢雙手係強嘅，咁點啊？咁佢個馬桶咪積埋嗰啲嘢，好肉酸一陣食飯我就唔會講㗎啦。咁咧。咁但係佢點樣清理個馬桶？我去咯。點解我去啊？因為我嗅覺好聞，好鈍嘅，我冇乜嗅覺嘅，所以我去點啊？帶個鑿仔，帶個錘仔，同佢合埋鑿晒出嚟。咁點解佢唔得？因為佢隻手強咗㗎嘛。
咁我咪幫佢咯，係咁樣。所以我幫人，咁翻到嚟嘅時間瞓覺啦，咁即係冇咩時間嘅。彼得先生虽然退休了，但是非常忙，他要忙教会的事，要忙那个华协会的事。比如说有个朋友的手有点问题，他去帮他通厕所，他说他自己说他那个鼻子没那么敏感是吧？是闷的，所以呢他去帮忙，这是开玩笑，跟鼻子没事，是跟你自己是真好。嗱，咁好多人問我咁嘅嘢你都做啊？我話幫忙人啊嘛，我信主噶嘛，耶穌為門徒洗腳都做啦。咁我同人哋做清潔馬桶有咩事啫？有咩唔妥啊？係咪？尤其是我正話講話我7、8、9、10呢4年我冇書讀，我翻鄉下，我媽媽帶我翻鄉下，我做乜嘢啊？我耕田我又冇力，又唔夠大，我做一樣嘢咧，你諗都諗唔到嘅，我執豬屎㗎，真係㗎，唔係講笑㗎，我係執豬屎嘅。咁當時我係咁矮嘅，嗰個執豬屎咧，執個豬糞就俾個桶裝住，嗰個桶離我個鼻係咪都1尺到嘅啫？咁樣咧1尺到聞得4年，多豬屎好臭。咁我呢個嗅覺係人都有啦，我冇啊。明唔明白？你知我講乜嘢？即係人都有嘅，你係人都有嗅覺，獨係我冇，咁我怕咩同你做啫？係嘛？如果你嘅馬桶有問題，你要揾我啦。他说他7、8、9、10那4年小时候没书读，在乡下是捡猪粪，那猪粪装了一大桶，背在后边，那桶跟鼻子很近，通过4年闻的那4年，那鼻子现在就没有了嗅觉。所以他说开玩笑说你们谁那個馬桶可以找排隊，他聞不到。好笑啊！一陣間食飯我又唔會講嘅，我講嘅時候你食唔落啊嘛。如果我唔講咧，你唔知道我係咁悲涼㗎。因為我信嘅主佢都可以同門徒洗腳，咁我同人哋清馬桶，有 what's wrong with that？ 唔係喎，我聽人講你家境好好喎。大聲啲，唔該。唔係喎，我聽人講你嘅家境好好，你家庭環境好好嘅喎。喺家庭咩話？家庭嘅環境啊，後期嘅家庭環境好好嘅。後來揾到錢先至係啫，咁未揾到錢之前，我赤手空拳㗎嘛，係咪？ sorry， 咧Eddie 佢知道 ，Eddie 佢識我好多年嘅。我想請問你，大聲啲，唔該。我想請問你鄉下喺邊度？鄉下中山。中山啊。中山，孫中山先生你嗰個故鄉菜坑村行過啲。next to Hong Kong 啦。你幾時去青島㗎？幾時咩？幾時去青島？幾時去青島？1981年。1981年第一次去，但係咧幾年後我又再去，就係咩咧？就係做嗰個生產嗰個。個爐頭。派人，火種。佢哋做嘢好爽快，真係好爽快。Yes。 Peter，阿 Roy 想問你退咗休幾耐？30年啦。30。退休30年。30 years。刚才 Peter 就说他退休过后呢，时间不够用，因为他很乐意的帮人。虽然退休了30年，但是很忙的。咁你對南安布袋華人社區有乜嘢期望？14。有乜？ 14。
OK，咁樣嘅，即係對呢個華會嘅期望咧，大家定就我好大想頭嘅噃。嗯，即係唔係喎？嗱，我哋一般嚟講咧，係我哋華會，我哋落多啲功夫啦。我哋就叫我哋華會即係高攀即係好過其他嘅種族，譬如嗰啲巴基斯坦人中東嘅人阿叉等等，即係我哋叻過佢。咁但係咧，我個人嘅認同咧，我覺得如果可以嘅話，唔單止咁樣，我就同呢個英國人 united into one body， 即係我個聯想係咁樣，即係高過一切。即係你話我叻過係其他人，呢個你努力咪得咯。但係咧，咁就變咗唔得融合。但係我嘅盼望咧，係中國人同英國人能夠融合埋一齊，即係冇分彼此嘅，咁啊天下大同咯。咁幾個唔好啫？好過話如果你話要叻過某人，你就變咗嗰度有競爭，有競爭就唔好噶啦，就冇和平噶啦。有競爭就冇和平，一定嘅。點解要打仗啫？打仗即係你唔服我，我唔服你，咁咪打啦。係咪？所以我嘅諗法咧，就同一般華人會嘅諗法可以話得我超過佢，係咁樣。Peter 先生希望我們能把華人協會能做得好，能夠做得比別的那個其他國家那些民族的那些都好。但是呢，他也是希望能夠和英國人能融為一體。他覺得我們不是要比什麼人要更好，我們要平等或者不是要競爭，有競爭就沒有和平，所以他希望我們是能夠一體統一和平。呢個概念咧同李小龍好似喎，同一天空下，大家都係一家人。冇錯，李小龍。冇錯。咁你對我哋年輕一輩有乜嘢話要同我哋講？15，即係年青一代嘅人咧，就睇下佢嘅思想點樣。有啲咧你講佢聽你講，但係有啲話你幾廿歲你 out 咗㗎啦。即係我聽你講，你啲嘢唔使得㗎啦。即係你睇下佢個反應點樣即係年青人就係咁樣，即係有啲係聽你講，有啲唔聽嘅，唔一定聽嘅，係咪？所以你因人而施啊，可以話得因人而施。我哋想聽你講，我哋想聽嘅，你要啲咩同我哋講咧？咁你有冇？而家我咪講緊咯。OK。咁你有冇希望我哋華人社區可以做啲乜嘢？成立啲乜嘢？咁樣其實咧，我哋食完飯就俾人趕走嘞喎。點解？因為嗰笪地方唔係我哋嘅，係嘛？咁仲有禮拜六咧，我哋去聖 James 又唔係我哋嘅。咁而家係我哋租大學，又唔係我哋嘅。咁我哋始終咧，我哋需要咩？有我哋嘅會址華會，係嘛？即係我哋樣嘢咧，都係寄人籬下。咁點咧？萬事冇水唔得噶嘛，籌款咯。嗱，我哋有好多老闆啦，南大有老闆，海咩哥啊？景哥，係老闆，郵寄嘅老闆。咁好多老闆9牛一毛啦嘛。咁我哋好容易就籌款，我哋咪買自己嘅物業，我哋自己就唔需要寄人籬下啦嘛，係嘛？
所以我對華人會嗰個期望係咁樣。嗯，大家同意啊，拍下手啦！同意啊！希望我們不用寄人籬下，因為他覺得我們現在，比如說周三的地方、周六的地方，還有這大學的地方，都是別人的。他希望我們能夠華人會能夠重返，能夠有自己的地方，不用再寄人籬下。嗯，上個星期咧，徐老闆都係咁講，佢都話佢都會支持我哋買自己一個地方。好，大家拍手啦！好，仲有冇問題？有咩問題一兩句，有冇問題？你可以問又可以問乜嘢問題？你話我個仔咳啊咁你話籌我自己都自告不下。 OK，阿堅老師。 OK，你同我翻譯。自己買籌款買地方嚟，而家好貴好貴嘅，所以咧而家就籌款得好難嘅，唔係話幾千個，要幾千百個。咁我哋冇一個時間空間嘅規定，我哋大把時間，有的是時間。你可以今年籌唔夠，出年籌唔夠，後年我哋有嘅時間啫嘛，係咪？你每一個禮拜食飯都要買啲錢，係嘛 ？Save them， 即係我哋有 save money from our contribution。係。嗰個係使錢啫，需要大老闆。你就係個 target，就 put so much away every 只是讓他們用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信念好好思考。because it's so expensive to buy property。買地先。 10年前都容易，而家就咁頭先有人舉手嘛？你問。你好，我有一个你說你好，先生，我剛才聽你講你是信仰的，你是很久就有這個信仰，還是什麼時候有這個信仰？你幾時成為基督徒？信仰。呢個基督徒幾時開始係基督徒？做乜嘢？佢問你幾時信主？幾時信主啊？係。我自細就信主㗎，因為我大哥日本仔打入嚟，攻入嚟，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我就已經信主㗎。因為嗰時喺我哋鄉下有一間教會，我喺嗰度信主。雖然我年紀輕輕，但係我從嗰陣時候，點解我信主咧？因為嗰度有間教堂仔。其他嗰啲地方咧，就成為日本仔嘅目標，成為屯腐敗瓦。明唔明白我講呢幾個字啊？屯腐敗瓦點講啊？英文我都唔知。即係好其他地方冚唪炸都用。好似今日嘅以巴嘅戰爭一樣，炸到用啦。就唯獨嗰間教堂，神保守冇喐到，在中山，奇唔奇怪咧？喺中山咁鄉下，咁嘅就出嚟香港打完仗出嚟香港，就嗰個時候咧就好艱難，好艱難，即係食都成問題。咁啊，但係咧好奇怪，好奇怪，就嗰個牧師咧，同埋我哋咧，狹路相逢。香港咁多人，點樣會碰得到嘅啫？奇怪就係呢樣嘢，狹路相逢。咁我就哎呀，大家攬住，就話真係主祝福我哋，即係命不該絕啦嚇，可以咁講。咁嘅時候咧，我哋話我哋應該開始一間教會啊。咁所以我喺香港就直會。就直會一路發展，一路發展，咁就直至到去邊度咧？去到深水埗開間教會，嗰間教會好奇怪，2層高。你有冇見過香港有嗰啲 building 有2層高啊？冇啊！嗰啲地貴啊嘛，
冇2層高。今日點啊？今日只有我哋教會先至係2層高。喺邊度咧？如果你喺香港嚟就知啦。深水埗啊，嗰條叫做幸福街，真係幸福街，真係好幸福啊！好幸福未聽過喎。啊！未聽過，而家仲喺度嘅，而家仲喺度。而家仲喺度。啊！你有邊個香港嚟嘅因为他小的时候， ？Anybody come from Hong Kong？香港人舉手。深水埗，見到深水埗啊！深水埗行差街啊，我唔知行街係。深水埗差館喺北河街，喺北河街我北河聽過，街，行街我未聽過。再嗰條係咩街？東京街，東京街冇聽過。再嗰條咧聽過。幸福街就係幸福街呢個。喺東京街隔。咁咧，當時咧嗰啲好多嗰啲叫做大嘅地產商，佢話：喂，不如咁啦，我同你起30-40層，俾翻20層你。哇，好大引誘喎！係啊。啊，佢可以地產商話：你交俾佢，佢可以同你起40層樓高，俾翻20層樓。好大吸引，好大引誘。但我哋話對唔住。神俾我哋2層夠啦。而家你翻到去香港睇嘅都係2層樓㗎，都係2層。Yes。係，阿 Roy，我就阿 Roy 想問你，你同你個太太係咪 arrange marriage？ 點樣 arrange marriage？ 你同你太太係咪做媒人咁樣點樣介紹？點樣識㗎？係啊，我哋叫做自由戀愛。自由戀愛。冇媒人嘅，冇媒人嘅。阿 Michael 睇過我啲相嘅，係嘛？我啲相啲有少睇。啊，呢度可以睇下。係啊，我呢個哋市長睇到係啊。有市長，有市長同有牧師，唔知邊個係牧師 ？Peter 呢個嚇，呢個都係 Peter 啊，呢個靚仔。好靚仔。佢太太都好靚女。係啊。Handsome and pretty。Very handsome。佢講咩啊？ Very handsome。好靚仔。好靚仔啊！哦，thank you。你先生係靚仔。你仲靚啊！係啊，仲靚。係啊。哦。新娘好靚嘅，係啊。靚仔靚女。靚仔靚女。咁高興。佢中文名咧就叫做麗珠，即係譯翻譯叫做 Beautiful Pearl。哦，麗珠。美麗嘅麗。姓咩？姓鄺嘅。咁我哋就多謝阿 Peter，咁就多謝。